透過服務，我哋連結人與人之間嘅情感，連結社區，連結希望。每一次出手幫助人，其實都係同一個世界建立聯繫嘅機會。我哋透過有系統性嘅義工培訓同埋多元服務，讓學生喺實踐呢個義工服務當中咧，明白義工服務係自我發現同埋成長嘅重要歷程嚟㗎。透過全校協作，學生喺學習同埋服務中培養獨立生活同埋處事能力，最終邁向自立自決、必展所長、回饋社會嘅願景。我哋學校透過服務學習，讓學生啦喺籌備、執行同埋反思嘅過程裏面咧，去學習去服務其他人，然後培養佢哋去成為一個有承擔嘅一個未來領袖啦，同埋都促進佢哋嘅個人成長。我哋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長期推行唔同形式嘅義工服務，我哋相信推動義務工作係一件締造美好同埋實現美好嘅事情。我哋持續秉持人人行義嘅宗旨，每一位青松人都會喺畢業前參與過義工服務。未來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實踐呢個理念。學校仲有義工隊義不容辭，讓有心有力嘅同學咧可以持續參與，甚至帶領活動。作為義不容辭嘅總領袖，我哋策劃活動嗰陣會專登加入科技、音樂呢啲年輕人中意嘅元素。除咗好玩之外，最緊要係要俾啲有唔同才華嘅同學都有機會發光發熱，從而吸引更多嘅朋友一齊加入。我哋堅信，通過義工服務，學生能夠培育同理心同埋關懷他人嘅特質，呢一啲都係未來領袖必備嘅條件。未來我哋希望可以將義工同埋 STEAM 結合，等學生可以運用所學嘅知識，為社區解決一啲實際嘅問題。瑪利諾中學鼓勵我哋同學實踐愛德精神，成為學生領袖，服務他人。學校舉辦多元化義工活動及跨學科課程，令我哋更加有信心參與及社會服務。香港都會大學學生事務處致力通過各種嘅服務機會，去培養學生嘅社會意識同埋公民責任感。義工服務唔係沉悶嘅工作，而係一個突破生活嘅機會。呢度唔係單方面嘅付出，而係同服務對象嘅互相學習，大家一齊有所得着。其實做義工咧，冇分年齡嘅，由可愛活潑嘅幼童啦，去到精靈醒目嘅老人家都可以參與。唔同年齡層嘅人一齊參與咧，可以互相學習、互相了解。透過呢個跨代合作同埋互動咧，可以讓家庭更美好，讓關愛同埋正能量發放出去。